喺黑燦同埋于燦發生口角之後冇幾耐，黑燦就係因為好鍾意玩打火機嘅習慣而引發咗喺實驗室爆炸。當時哈蘭啱啱嚟咗波士頓想探黑燦，而于燦知道哈蘭嚟到波士頓，就向校園狂奔，想返返去。佢好希望遇見哈蘭，正係喺開實驗室道門嘅時候，爆炸就發生咗，黑燦意外身亡，于燦都被牽連。意外之後，某邊嘅聽力受損，亦都因為碎片喺身體裏邊而經常頭痛，聽力會被聲音突擊，有時會暈眩昏倒。仲有嘅係佢對於黑燦同埋哈蘭呢段記憶消失咗。雖然對於哈蘭，于燦係失憶嘅，但係于燦成日都夢見佢，畫畫又畫到佢。于燦唔知佢係邊個。一年之後，某一次返韓國做嘢，喺橋底落住雪，就喺嗰個時候撞見哈蘭呢個人。于燦先至知道呢一個佢經常夢見又經常畫嘅人真係存在。不過當時嘅佢受聲音突襲，跟住暈倒，醒來係醫院。咁嗰時就告一段落啦。直至7年之後，于燦又返韓國做嘢，喺畫展度偶然遇見哈蘭。對於于燦係好忐忑嘅，因為佢忘記佢哋兩個過往嘅經歷。呢一刻佢見到夢中嘅女孩，佢就好緊張。畫展完咗，哈蘭差啲遇上從高處跌下嘅巨物呢個意外。喺電光火石嗰一瞬間，于燦講出哈蘭兩個字，嗌住佢，哈蘭先至救返自己嘅生命。就係咁樣，于燦逐個片段重組，先慢慢記起哈蘭同佢嘅過往。然而，因為佢一直忘記實驗室、黑燦、意外身亡同埋佢受傷究竟係發生咗咩事，所以佢一直都猶豫，唔敢話俾哈蘭知。而後來當佢決定咗要話俾哈蘭知嘅時候，每一次到都會突然之間有事發生，讓佢講唔到。直至大結局嘅一集，哈蘭就話俾于燦聽，實驗室意外唔係由于燦造成，而係黑燦嘅壞習慣罔顧實驗室安全守則，意外先至會發生。反而係于燦被牽連在內，于燦先係受害人。呢個時候，于燦先真正咁被釋放。佢一直都背負咗深話係自己嘅緣故害死咗黑燦，都覺得係自己連累咗哈蘭，讓佢傷心痛苦咗7年。佢孭唔起咁大嘅責任，佢深深咁愧疚，一直巨大嘅石頭壓住佢。如今佢如釋重負啦。故事好睇嘅地方就係，對於事情嘅真相，佢哋兩個原本都唔知道㗎，知啲唔知啲。最刺激嘅係大家重湊片段，一個又一個嘅片段整合，慢慢揾返被埋沒咗嘅真相。